继续来看宜联集团创办人林义秀的姐夫，也就是岩武钢铁集团的创办人姚武年过身了。伊伫咧钢铁界是占真重要的地位，嘛是一贯道辈分真悬的点团师。政商的关系真好，所以今仔日伫咧高雄举办的告别式，达官贵人来真多，包括蔡总统、吴敦义、王金平等等拢有来。参登咧进行着倾听之旅的韩国瑜，嘛赶倒去高雄参加公祭。也毋过王不见王，蔡总统甲韩市长故意撇开时间，两个人无相拄头。岩武钢铁创办人姚武年伫高雄举办告别式，不少政团大咖拢有到位，两位要争取2020总统大位的人嘛无缺席。总统蔡英文透早8点就到会场啊。韩市长等一下会来吗？蔡英文总统多早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就到位。韩国瑜阁特别将本来行程小延日的赶回高雄参加公祭。有刻意避开跟总统的这个时间吗？院长在里面是不是有跟韩市长有握手，或是他来的时候有主动跟你握手，是不是？有啊，有握手，有啊。有聊到什么？特别聊到什么？没有啦，那场合又能够聊什么？告别式场合，哪啲总统参选人拢无加讲，直接坐车就离开。韩国瑜是继续分入的行程。今麦要对韩国瑜行程有 app 通用，行程地点拢有竞选韩家军的粉丝页，互你追踪。乌韩文章下面做解说，佫会使互你连接等去回应。听韩文章，共款每一篇拢看会到 ，app 功能真大，不过评论敢若1.5分尔。咁好用，这才人感觉的，不过候选人推出 app，这算是真罕见的做法。